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近到只差一步。30啊，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爱最大，不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就上。老女人都不按牌理出牌，所以我只能用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被人爱的感觉真好，太猛了吧！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大汉过这个奸贼，伊真是良心高兴。哪你讲，就是讲你各位囝，都无法度处理。我知影，带走那个囡仔是啥人？什么人？公孙楚球。楚球无死。哪边啊？我为我将你当作弟弟啊！你笑，你笑。总算找到这我家的尖咯。每礼拜一跟拜五暗时8点到10点，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睿、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周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金喜卡斯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哎，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他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大家新闻，我是郭义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2020年总统大选倒打时间剩96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副手人选，甲单也未正式公开。最近传讲有可能是江启臣，将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参加活动的时，互人问到这个问题，来听伊上新的访问。韩国瑜市长有要请假吗？我看还没有宣布这件事情。这个是可能传言了哈，这个一切看尊重韩市长的一个安排。那至于当年我是把年度的休假啊，还有应该是年度的休假把它休完吧，因为韩市长好像因为他上任还不到1年，是不是没有年假，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这个我不清楚，这个都要去了解，因为每一个情况的规定不同。好像我当时因为我的公务的资历比较深，所以包括年度的休假应该是有60几天吧。那14号，如果真的14号在请的时候，这个时间点会算太晚吗？这我不清楚，但是一切尊重韩市长的安排。但是我相信，就一位总统候选人来讲的话，最后的这个阶段一定是要全心全力的来投入。那不管是海内外。或者是国内的各地啊，都期待总统候选人能够看到总统候选人能够参与这个选举的活动嘛。那可能这个就要尊重韩市长跟韩市长竞选总部的安排。另外蓝营部分，因为昨天那个马郭这样子上演抱抱，好像也有被解读说好像是又在排挤，好像又韩国又被排挤的这种感觉，你怎么看？我觉得蓝营的不管是今天是马总统。或者是我们的原来的同事啊，仍然是好朋友的郭董，那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或抱抱都是很好的啊。那如果有一天朱立伦看到郭董，也希望能够握个手或抱一抱，或者是韩国瑜市长碰到郭董，也能够有同样的情景出现，是大家所期待的。像对于韩国瑜最近副手人选，现在要传出一个热门人选，就是韩江配啦，你怎么看这个搭配？都好。尊重韩市长，我觉得这个韩市长他会做出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对他最有加分。那跟您比起来，就是说两者优势。我这个不能比较，我是助选员，助选员可以有很多啊，大家都是助选员，都是啦啦队。那现在好像也有人说，大家好像比较希望说您可以多来新北辅选啊，然后那韩国瑜好像大家要的比较少，是不是？不会啊，
昨天不是大家也邀韩国瑜市长来嘛，只是由他的夫人代表。那今天我也没有候选人啊，今天是纯粹做公益。因为他的夫人昨天护卫队有推挤媒体，好像引发一些媒体跟韩团队竞选团队的不愉快，然后支持者也会开始就是焦虑或是骂人，你怎么看这样子的现象？还是提醒一下啊，所有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或者是立委候选人的好朋友们，大家能够多帮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多帮我们的立委候选人，多争取选票，多交一些朋友，少树立任何的敌人。好，谢谢。这个韩国瑜访美可能会有变数，你会觉得说这个访美很重要吗？会有什么变数？可能因为要不要去11月，因为他市政请假又被骂，然后那个什么苏琪也说还去不去他也没办法决定。最后可能还是韩市长会做决定啊。但是我想，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啊。那亲美的立场，国民党一直都是非常坚实。那韩市长去美国，不管是侨界的希望，或者是到华府或者其他重要城市走一走，都是能够让美方更了解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更了解国民党的立场，这绝对是好事啊。好，韩国瑜没有跟你联系上了吗？透过想帮忙接线啊，认识我们一直都保持密切的沟通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在台南同台吗？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好，谢谢。好，咱拄则听到的是朱立伦上新的讲法，同款嘛是在点上新，继续要来关心台中市环保局今年顶半年世界查到中部火力发电厂垃圾水超标的问题。9月发觉中部火力发电厂搁一开违规，污染的物质碼超标44倍。环保局局长嘛讲，一年违规误解已经算是严重违规，可能上届当罚2000万，嘛有可能直接下令停工。咱做回来听局长上新的讲法。因为我们已经正式的行文给台电，那我们会给他14天的陈述意见，也就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通知，他有没有意见？那14天到之后，那我们就会根据他的意见，我们来做一个审理。那假如他没有对这些提出有任何比较具有改变这样的一个数值的可能的话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一则予以2000万的这个开罚，那或者是直接予以停工。那我想这个呢，目前呢，我们就先等待台电他们的回复之后呢，我们再来最后做一个裁处。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违建又搁引起火烧厝的意外。今日早起17点钟，嘉义水上乡宽树村一间铁片厝失火，消防队员赶来到现场，发觉失火铁片厝又搁是一栋违建的仓库。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英如来传来了解。英如。好，主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浓浓黑烟直窜天际，而冒出火光的地点就在民宅后方的铁皮屋。警消人员赶到，立刻洒水灌救，并且出动破坏器材，把铁皮给剪开，挺进屋内。结果竟然发现里面全是塑胶制品，还有杂物。而这场火警就发生在今天早上7点多，嘉义水上乡宽市村的铁皮屋内，原来是一间玩具工厂的仓库。所幸大火经过1个小时，总算获得控制，初步燃烧的面积达到600平方公尺。里面并没有人员受困，带您听一段现场访问。播报的资料了解资料是没有人受困那没有说，那因为它里面火势闷烧很大，那基本上我们采取的就是先从外面先做防护防护以后再后续再破坏，然后再把火势阻隔，又再慢慢进入到火势，避免人员贸然的进入火场里面那因为铁皮温度很高怕受到一些侵扰刺激会造成危险。由于上周台中大雅才刚发生铁皮工厂火警，夺走2条消防员的性命所以这次嘉义消防局也不敢大意，派遣了大阵仗到场支援。没有想到一查却发现这座联动仓储竟然也是违建。目前玩具业者已感到了解，至于起火的原因还有待后续厘清。以上是目前为您掌握情况。多谢英如，同款嘛是有违规的情形来看到危险的车祸事故。台南这个是密路口3架奥多麦相撞，迄当时一架直直行奥多麦，敢因为弄红灯，结果弄到2个青灯直直行骑奥多麦的人。事后进一步追查，违规的唔只一个，另外还有人啉烧酒骑奥多麦，还有人无戴安全帽。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蔡婉如来传来了解。婉如。
好主播，民众骑车上路遇到红灯停了下来，但一旁却有骑士想要闯红灯，来到路口没有减速，想要闯灯通行。只是这时候横向来车也已经起步了，就在路口3部机车撞成一团。这一撞力道之大，3名骑士通通摔倒在地，场面相当的惊险。而这起车祸就发生在昨天6号上午的7点多，台南的大湾东路和南新路口，民众目击车祸，当时直行的这名骑士涉嫌闯红灯，撞上横向过来的另外2名骑士 ，IP 一次害了2台机车，但也发现横向过来的骑士当中有1个人似乎没戴安全帽，也因此这一撞头部受伤较为严重。车祸造成3个人都有擦挫伤，紧急请来救护车先送医治疗。骑车不遵守交通秩序，一大早十字路口的车祸也吓坏不少当地民众。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宛如继续来关心这件车祸意外事故。新北市一个姓吴的查甫，驶一只货车经过安溪交流道的时，家己启动护栏，几人飞出去车外。伊驶这只货车还佫伫咧交流道继续直直出咧行。拄啊好新店分局警察巡逻时发觉，这只颠倒方向的货车顶面无人，警察赶紧驶位头前入过，跳上货车，甲车熄火，场面实在真紧张。警方的巡逻车驶去交流道，向看到头前一台货车颠倒向驶过来。韩道路赶紧拍位正平，2台车才无弄到，想袂到斟酌甲看一下，才发现这台车顶无人。车顶无驾驶，不过货车煞继续向头前驶，就惊会弄到别台车，警察赶紧驶车越过去。入到车的边啊，小队长把车门拍开，真无简单，才让货车停落来。这个时阵才发现，货车的车头有弄到粉尘，头前的玻璃嘛闭起，原来无偌久之前驾驶才发生车祸尔。顶个月28号下晡，姓吴的驾驶驶货车经过国道3号安溪交流道的时阵，无细力弄到护栏摔出去车外口，所以货车才会无熄火，佮驶颠倒向。好佳在警察巡逻经过，驶车过去肉，让货车停落来，尾啊嘛甲受到轻伤的驾驶送去病院。下班啦，开太快啦，车子坏掉，人没怎么样啊，都已经下班了啊。我哪知道赶着要约会来干什么？国道出现无人驶，家己走的货车，佮险啊弄到警车，好佳在警察赶紧过去，甲车动落来，才无发生什么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到这查甫人，敢因为啉烧酒醉，伫台北捷运站的车厢内底，伫咧大细声，害真侪人客惊甲破胆。这件代志发生伫拜六暗时8点钟，迄一天拄啊好爱上班。这只台北捷运列车驶到关岛站的时，车厢内底一个差不多60岁乌以上，敢因为一个啉烧酒了后，一直咧大细声屁屁叫，还佫乌白等物件。内底人客大家紧张甲赶紧通报站长来处理。该在上尾这查甫家己落车。一个穿黄色衫的查甫，伫捷运的车厢顶悬不时咧大声嘿嘿叫，佮规分处拢是臭酒味。民众发现讲无对同，赶紧来通报这个站务人员。这个查甫一个看到站务人员，伊的情绪煞变甲更较激动。民众看到这个现象，拢唔敢伤过活，车内一目呢啊，煞感觉足紧张的。这名酒醉男子在车厢内大吼大叫，当时有夫人也在车厢内，吓得想跑却不能跑，整个大家一同往后移动。会害怕，所以我们做捷运，我们都很害怕。代志发生伫个初5的暗时8点外，伫咧捷运关岛站往淡水的方向，一个差不多60几岁查甫人，敢若亲像是啉酒醉，伫个车厢内底乌白现物件，边仔人客发现了后，惊到好起卡就紧走，嘛随去通报站长。确认是一名年约60岁。有喝酒味道的这样子的一个男性旅客，情绪不稳。站长呢随车紧接到了竹围站，由站长陪同这名旅客出站。平常搭捷运的时候就要多看看旁边的人吧，对，就是多关心旁边一下，不要一直滑手机。这个酒醉的查甫伫个捷运的车厢咧起酒颠，代志发生的迄天拄好是拜六的补班日，坐捷运的这个人客特别多。加载讲无什么大代志发生，不过安尼嘛，互人客惊到要害去。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再来看到一支大支草莓的糖仔签，要299块，真侪人拢唔敢吸。台中一个民众来到逢甲夜市买3支糖仔签，其中2支是塔马豆，另外1支较大支，这是大粒草莓，3支拢总419块。民众带一个，想讲哪会遮尔啊贵？一个问才查讲，原来这是大粒草莓，敢若1支就要299。民众算讲店头无塔票价，店头嘛赶紧出面解说，因为当时店员无含消费者讲好清楚。即嘛赶紧打介绍出来，才袂有争议。规盘糖仔签放入去冰橱啊，一签一签的水果来过糖，外表金细细，看起来真好食款。不过一支糖仔签到底爱卖偌济钱，引起讨论。一串99，综合水果60。台中一个民众5号暗时啊，带着朋友来到夜市啊，买3支糖仔签，感觉买2支120块。大粒的草莓1支299块，民众听一个惊甲硬气，搁甲店员确定一摆，无毋对，草莓的1支就要299块，3支加起来总共419块。民众讲这个介绍真正是真厉害。胡文最后搁讲，店家应该来将介绍打出来，无应该干那挂一项综合水果的60块，会互消费者来误会。有点贵啊，有点扯。一串299，我觉得我还是去吃好一点。会想说它那么贵，可能就应该很好吃这样。它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其他的民众听到这个介绍嘛，感觉有淡薄仔含。实际转来逢甲夜市啊，即间卖糖仔签的单位，业者出面来讲，当时店员无甲民众来讲好清楚，才会造成误会。客人来，我们都会口头上的告知，可能就是不够明确，对，不够清楚，对，感到很抱歉。业者讲，这款大粒的草莓是进口的，有进才有卖，体积是一般草莓的2倍大，寸尺有差，加上数量较罕少，介绍自然是差5-6倍。只是5粒草莓的糖仔签，介绍就得要300块，业者嘛赶紧公开将介绍打出来，减少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因为数量较少，就变甲有价值。来看到新北 Pokemon 的活动，昨是这届活动上尾一天，现场开放大家来掠新北才有限定版的妖怪，叫做克拉克罗斯。因为真看咧看，也有真侪人唔知影款什么款的图，写一寡人来到新北大都会公园，规个现场定定，因为人伤过济，可卒，无论是咧运动或者是网络的速度，拢有够慢。主办单位赶紧宣布，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台北，也有新北专区。拢会当参加，就算安尼，也是有一寡人趁礼拜日规家伙啊带出来，大细汉做伙来到现场，要来掠宝。摕着手机啊，先画几个圆箍啊，再搁往顶悬举起，标准的掠宝手势，伫咧新北市大都会公园，四界拢会当看到。今年全台湾唯一一场宝可梦活动，就伫咧新北市。最后一天，剩超级侪人来到热闹。我有抓到很多只。在家里会看宝可梦吗？会。皮卡丘的帽子。平常比较抓不到的东西。最喜欢哪一种？很多都喜欢。小小的训练师掠去宝的趋势是价势十足，就连新北市限定的宝贝，甲真罕你看的图像，拢可以买到。很多稀有的克拉克罗斯。哇，之前有抓过吗？没有。第一次碰到，对不对？区域限定的活动，互现场的人是客甲满，电动拢伫要超载，袂堪呢。主办单位赶紧宣布，活动的范围扩大到湘北市全区域来开放。他排队拍照，拍那个皮卡丘。本来就很喜欢神奇宝贝嘛。对，就是玩蛮久的。好像是我们这年代的童年，对不对？对，就是从第一代开始。对，就是为了今天。对。他从小就很喜欢神奇宝贝嘛。对。那今天抓什么？全部宝可梦。规家伙啊，拢甲介意的宝可梦的衫穿伫身躯，阁有各种的衫、帽啊、甲牌仔，身躯顶全部拢是宝可梦。就算天气阁较热，嘛赢袂过掠宝贝这场热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宝贝，刚刚有真侪人想要来摕，这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上任以来，逐年国庆拢会送限量免钱的旺旺包。今年已经是第5年啊，设计特别用孔色的配色，搁再掺国旗、红色、蓝色、白色的元素，写台北拍字，限量3000卡，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界大卡。伫咧国庆日这一天早起是6点半，市政府广场就会当来发兑换券，8点开始换。因为旧年排队人伤过济，路线小可乱糟糟。另外，有人因为摕无旺旺包，当场甲郭文德呛住。郭文德今年特别交代讲，一定要特别注意规划路线。
5袋汪汪包。台北市第5代汪汪包正式展出，甲大家来见面。上站排到要去郊游，学者黄静莹嘛来做最佳的代言人。学姐黄静莹，我们市府的副发言人，为手提后背2用包包。哦，好吧，那我等下带这个包跟市长一起去跑行程好了。深蓝色的配色加上牌仔顶面台北的英文字，透着国旗红色、蓝色甲白色3种色水，讲是有史以来上大卡，含量3000份，来上晚都会摕袂到。因为它今年容量蛮大的，然后再加上它今年有多了一个上面有一个手提的设计。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就可以把包包改成手提。不好意思，我们先往前。看他能吸引我啊！跟你同事，你不要闹，不要闹。去年排队的民众伤济人，有人摕袂到汪汪包，当面就抢市长看文牒，排队的路线较乱，有引起民众不满。就市长在上班的时候，在公车上就有市民跟他讲说，他今年要来排队拿汪汪包。所以市长一直在叮咛，就是说今年的动线一定要拉好。去年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的排队啦，所以动线拉得不够长。目前国庆日当天，医生会伫咧市政府头前，早起6点半开始来发汪汪包的兑换券，7点半升旗典礼，8点就会开始来发。市民要来摕 CP 值上悬的汪汪包，排队就要趁早。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新北市一间幼稚园考试大白消息讲违法超收学生，内底有案件啊，抑个嫌主管机关加早牵涉乌白管价，若要退学退钱，都要签保密协议。咱做伙来听投诉这时代讲法。皇家幼儿园在板桥算是一间知名，然后规模不算小的幼儿园。当时我们在帮小朋友找学校的时候，我们做了不少功课，比照了很多间学校的优缺点，最后我们选择了皇家。我们也实际上到皇家去看了几次，校方告诉我们的一切都非常美好，不管是场地、空间、师资，还有课程。最后才发现，我们进去的时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哦。我们也是上个礼拜才看到新闻，才知道说，原来这间学校过去有这么多的违规记录跟非法的事件。但我们不解的是，这间学校怎么还可以继续招生、继续营业？让我们这些家长事后小朋友进去的环境这么的糟糕。学校在我们未知的状况之下，未事先通知就把我们小朋友带到黄龙去。老师告诉我们说，因为那天是校外教学，实际上小朋友再到其他各个不同的学校，我们才知道这间学校操作的问题有这么的严重，把我们其实小朋友关在这什么密室里面。上课的状况也非常的差，窗户都是密闭的。我的小朋友进去之后一直在生病，请了多次的假。请问我请假的这些工资谁来赔偿？每天都看到学校校园门口有不同的娃娃车，不同的名字的娃娃车，我都不知道我的小朋友被带去哪里上课，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小朋友念的是皇家、黄龙还是其他的分校。最可恶的是，我的小朋友每天坐娃娃车来返，他们没有保险。在来返的途中，我的小朋友受伤了，发生事故了，我找谁救责呢？收据上面并没有任何的保费，开了一条叫补习费，我的小朋友并没有补习。发票上面学费的金额跟开立发票的金额对不起来，到底这间学校是不是有逃漏税的嫌疑？这么多的疑点，在过去就算被发现了、受罚了，那这间学校竟然还可以屹立不摇，继续招生。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的小朋友没有地方去了，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小朋友继续待在这间学校呢？我接下来要跟公司提离职的话，请问我的收入谁来赔偿？我的小朋友没地方去了，小朋友该去哪里？我恳请政府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源跟配套措施，让我们这些家长能够自保。另外一个上新的消息，要带大家关心天气变化。今日规台湾各地水气拢无讲真济，各地拢是好天，有时阵济群的好天气。也毋过这礼拜会有2波东北风影响，双十连假拜六、礼拜日北部、东北部水气会变较济。气象局预估头一波微弱的东北风影响的时间主要是拜二暗一直到拜三。北部宜兰这块位啊，有一寡所在会落短暂阵雨。若拜四、拜五双十连假前2天，各地拢是足好天。也毋过拜六第2波东北风落南。
南，当北风变较透了后，北部、东北部甲花莲水汽拢会变较济，低温差不多是21度、22度即卡兜。另外，今年第19号风台下结背，按算的西纬北边的时间提早，为台湾是无啥影响。也毋过双十连假，若是要去日本的观众，都要特别注意航班的消息。另外，以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政府宣布要放领使用国民旅游卡，上届大的无共，就是会当伫咧珠宝店、金仔店来消费。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李永平来带咱了解。永平。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哦。现在呢，行政院研拟是要开放国民旅游卡的购物品项，要开放能够在珠宝银楼业消费，而且也会放宽购物的时间哦。不过对此呢，观光业有点不满，他们认为说这样是会压缩到观光业的收入。刚刚观光局长周永辉呢是特别出面来澄清。好，我再一次重申，就这一次的变革其实是没有影响到现在的作业制度，也就是有8000块是用在旅游，8000块用在消费，那么我再一次的说明，那么我们只是消费的部分，再从宽而已。说国旅卡是用在食宿游购型，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能够用在购物这个区块。那购物这个区块过去，有些过程里面有些，觉得应该做一些检讨。那么我们是配合人事总处的检讨，那么他们认为说其实有部分项目是可以开放，那我们就整个就配合。好了，周永辉刚刚是解释呢，原本的旅游额度不变，依然是8000元，是自行运用的额度呢，来增加了这个消费的品项。但观光业呢还是抗议他们认为国民旅游卡就应该要用在旅游的用途，要不然干脆改名叫购物卡。以上是现场的详细情形，主播。多谢影评，同款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继续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进前者经体高雄市的前市长、现任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为非作歹。郭文哲的夫人陈培琪昨昏嘛咧人面册刷落破文，伊讲唔知是安怎欠债欠几多千亿的市长，民调永远拢排第一，互人讲是咧屁想陈菊。另外，市政府的顾问蔡碧如伫咧赖群组传总统撰文论文的消息，嘛引起话题。郭文哲在记时接受访问，可以来听伊详细的讲法。没有，这是市场的啊，这个还是说哇，就这么吵，把它访问。可以。好了，这是这样的哦，这个黄健宁是如果郭董要选总统的话，他的副总统人选嘛。事实上，郭董在私下聊天有跟我讲过，说他是一个优秀的行政人才。那我跟他讲说，我查过记录，他以前在当台中县长，表现不错。故事就是这样 ，OK。那我跟郭董讲，如果有机会，我再跟他去聊聊天，认识这个人。所以你有意愿延揽他？不是，我跟你讲哦，这个故事就只有这样而已。后面那个一大堆那个就哇，那个叫什么就延伸太多了。其实事实的真相就只有这样。我就跟郭董讲说，我有机会去拜访他，跟他聊聊，就这样。所以他现在是认为说他之后可以来选台北市长，就等于就是他可能2020会跟黄珊珊来竞争。2020离现在还有3年了，那大家在想多啫。不是，陈佩琪2022啦，陈佩琪一次有在脸书 po 文，他有说你们有去跟阿扁聊过之后，他爆料说其实白绿分手，阿扁说根本是增效，就是根本不是选对会决定的，因为他们自己都能决定。我每天都被这种爆料会吓死，一下阿扁，一下陈佩琪，陈佩琪又讲什么？我没有看他的脸书，他写什么？他说你们去跟阿扁聊天的时候，他就讲说，当初小英跟你讲说白绿分手是选对会决定的，阿扁就说等下选对会是他任命的，来向他报告，怎么会是选对会来做决定？现在怎么每个人记忆力都越来越好啊？我都记不清楚了。现在阿扁记忆力也变好了，陈佩琪记忆力也很好，那实在是。所以我就说我记不清楚了。市长想请教一下，最近那个吴怡农对你有很多指教同样是素人，吴怡农同样素人出身，你对他有何评价？素人其实是这样的，其实纯素人要出来不太容易，坦白讲，还是一般来讲还是有累积一些过去的社会资历的，受社会声望，纯粹素人要这样突然出现不容易。你知道他对你的说法吗？我不晓得，我在外公政治人物道德底线。我跟你讲要是
这个我早上来了，在车上在看说，哇，我在跟我的幕僚讲说，那个蔡壁如转一封那个烂的那个。在烂里面转一封消息就可以上《自由时报》的头条。我说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嘛，我现在大概所有媒体的头条都是我，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哎呦看一看就好，不要当真了嘛。他每当的事件每一件都要计较，觉得自己先发疯了。蔡总统说那个壁如姐来那个讯息。同款嘛是跟瓜问题有关系来关心，这是台北市南门市场已经有38年历史，为昨暗起正式休困3天。昨暗是市场营业上尾一天，办一个小白的暗会。台北市市长瓜文哲嘛特别来参加，和大家团员做伙唱歌，表示刷来南门市场要休困3天，气氛让人感觉真唔甘。3、2、1，请封箱。甲大地看板放入去纸箱内底，代表南门市啊暂时停业。台北市长郭文天嘛来参加刷锅的活动，趁上尾一天营业来食南门市啊内的好料的。之前感觉如何呢？是郭文天食一喙一直讲真好食，伫台北市的公有南门市啊，已经开38年啊，有名的店真多。市长就算心情真无闲，嘛要来到现场，甲大头家做伙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画面。期待说这个一切工程顺利，然后3年后搬回来。其实对我们都是压力的。我们市政府，我们一定会很认真的盯着看，你知道，确保3年内要搬回来。本来人就炒菜菜市啊，关门进前，搁假是客甲袂得过，真侪民众拢走来抢好康的，互大头家心内有真侪无共的感受。小弟的心情是五味杂陈啊！我在南门市场待了30几年，然后一路走来，从成家，然后结婚、成家、生小孩子，现在已经做阿公了。全新的南门市啊，10月17会伫中价市啊试营运，虽望敢若是换一个地点继续营业尔，不过对在地头家甲老主顾来讲，算是永远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收到首相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台东的绿岛甲兰屿这2天开始限制用油量，影响到奥多麦也有汽车加油，嘛影响发电。因为国庆连假伫要来啊，游客加真济，用油量需要变较济，往回台东也有连续绿岛的货船，因为修理的关系，停驶到新历10月21。最近限制民众入油量，像奥多麦限制加100块，若是轿车限制入油，上济袂当超过400。民众嘛真烦恼，讲限油敢会影响到发电厂的运作，恐惊引起规个岛拢无电通用。即马相关的单位正在研究要安怎来处理。国庆连假，民众若是按算要来绿岛佚佗，都要特别注意。同款嘛是真好佚佗，继续来看到这是南投鹿谷乡大轮山规的白果变甲黄硬硬，会当看到白果，互日头光一个笑，金光闪闪。现场一寡游客看甲目睭无转轮，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相。一般的白果拢是秋天才会反黄，今年提早1-2礼拜，按算一直到12月初拢看会到。秋天的天气特别凉爽，来到山区会当看风景、下烧茶，真适合民众规家伙仔出来行踏。上万丛的银杏树，伫个日头光照落去，金丝是足显目的。入秋了后，伊的树叶啊豆豆啊长黄，甲规个山头装塔甲更较诗情画意，互真侪游客看甲入神去，拢摕手机啊来甲翕相做纪念。还有茶园，它风景还蛮漂亮的，然后就找时间找空档过来这边看一下。伫咧海拔1500公尺南投鹿谷乡的大轮山，即马当拄着银杏当金黄色的季节，今年嘛提早1-2礼拜来当黄，沿路哪行哪欣赏，看即落一片一片当黄的银杏叶啊，亲像金色的花线同款，嘛亲像伫个蓝天白云的阴影内底，金叶啊也是伫个空中跳舞同款，用空翕机啊对山顶按落来翕，看着有够壮观呢。观赏这个银杏转黄的季节哈，是在秋天哈，在这个季节哈，那它最适合看的是在早上跟黄昏的这个时候，一直到大概12月初这样子。南投的日时啊，上高温差不多是26度左右。这个秋晴凉爽的天气，真适合大家来去外口行行咧，享受人生。若想要看到这尔水的景致，民众会当趁这阵来南投鹿谷欣赏白果啊银杏。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这个花季是伫台中的武陵农场，当年1月份就开始花季上场。头起先上场的就是梅花，也有山樱花。2月份就是樱花季，上界主要就是粉红佳人甲招好樱，一直到4月份，各种的樱花五花杂色，少年山樱花季一个一个上场，互人看甲目睭珠珠上。看到这个画面，袂输互人入去教粉红色的世界同款，规排樱花实在真水。闹真水的花海边啊，有7家湾客办文鱼，伫溪仔底收来收去，互人看到心情真放松。但年1月来到花季，台中武陵农场的梅花甲山樱花就会盛开。到2月换粉红佳人甲招好樱做主角，配合国军退毒液、官兵辅导委员会，各有优惠的活动。109年2月份的樱花季，每天提供40个房间，给农民及第2类官兵优先上网预订。普通房甲露营区拢有优惠。农场讲，为1月到4月，各种的樱花拢开甲真水。到时阵樱花开甲规山坪，绝对互民众看一个够开。爱赏花民众一定爱把握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真侪人啉饮料拢有这款的经验，就是看到饮料外包装标示小寡甜，感觉是有影。为了避免消费者的误解，是由司法公文给业者规定，食品饮料若是标示小寡甜或者是无甜，拢需要符合相关的规定。新的制度为民国81年7月开始，若是发现标示无实在，上盖当会当罚400万。伫咧炎热的热天，来一杯凉的饮料甲啉落，实在有够心凉鼻透开的。毋过，佫惊讲伫咧不知不觉安尼啉伤济糖，煞有真济人较介意即几款的。便若是外包装有写无糖无甜，还是讲麻味啊甜，安尼就想要甲买。要若即落小块甜的，敢真正是糖分就足少的咧？无糖或微糖还是蛮甜的，还是会有一点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喝起来好像还是有加糖的感觉。就惊讲对即落甜的感觉伤过主观。食药署就制出新的规定，便若是商品的外包装标示无糖无甜，不管是打料的也是啉的，每100公克也是讲100cc。拢袂当超过0.5公克。假使讲顶悬若是写小块糖、小块甜，像讲这个巧克力豆也是莲雾这的物件，伊的大料也是讲半大料，每100公克加糖量嘛要比5公克较少。也若是阿罗面包的，也是罐装的纸鸭肉这的物件，伊每100cc共款袂使超过2.5公克。为着要互业者有一个压缩味的抽屉时间，新制度嘛估计伫个2021年的7月才会开始。实际到超市来甲买，才发现讲，亲像这款标榜小块甜的这个燕麦，每100毫升伊的加糖量有5.8公克。也若这个绿茶甲乌龙茶嘛拢超过标准，就觉得会有益生物解。所以也是一样，就是用28法第28条来罚。手摇杯的部分，我们还要会再评估，定出甜的标准。若是讲标示无照实，上悬会当罚到400万的罚金。安尼就是为着要防止有误导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欣赏，这是花莲花公国中的学生利用出业旅游这段时间，嘛咧对时行翕即马上届时行的相片。逐班的同学拢倒伫涂骹，摆真侪创意的 pose， 要留真特别的青春记忆。梦年到咧，梦年节咧，毕业旅行爱安怎算才有特别？大家拢穿号码比一个5，唔惊风吹雨淋，就是要互青春留一个记录落来。就是因为这难得有一次嘛，就是我们就想要为了有这个回忆，就不管了。对，蛮特别的啊。然后因为也很多学校都没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蛮酷的。真正甲看，敢看会出来，这群学生是咧摆什么？答案是代表因班的数字904，边仔佫加一个小爱心，互大家拢知影因的感情有偌好。这样特别的创意是花莲花公国中的学生学网络的开箱文，用倒咧为天顶翕的方式，打造无共款的毕业旅行。那个么，那个横的那个高一点。现场叫因摆哩，1万年就摆出来，实在是真探格。看到那个游览车排成一列，觉得很漂亮，我们就拍照。那有学生看到拍照就觉得说，那我们要不要来拍那个开箱文？那其实我们花了30分钟。那学生因为下午有下过一场雨，所以学生也蛮配合，就是躺在那个地板上，然后让空拍继续拍这样。发挥创意，什么代志拢有可能。为天顶看落去，每一个班的 pose 拢有家己的特色，嘛算是为家己的学校生活留一个甲别人无同的回忆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业界消息要来关心中艺教保张小燕摕到第54届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的公营，特别请老母上台做伙来分享伊的光彩。如果可以
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姐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小解这日，咱做伙来看到生活中常常讲会到，这日就是喷。咱拢知影讲喷，就是食剩的物件，倒做伙叫做喷。其实喷也有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洗米了后剩的水是白色，会当用来洗碗盘，嘛会当用来饲蒸生啊，共款讲是喷。另外食剩的物件，因为倒做伙了后，过去做餐人常常安尼来饲这个猪，或者是蒸生啊，嘛会当甲讲这食剩的物件讲是喷。若是读做生时，咱读做潘或者是潘，像讲歌戏有时阵就会听到潘安在世。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喷暗，也就是洗米了后剩的水；第二个词就是米喷，这嘛是同款意思。水小可是白色，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古早人真勤俭，摕喷暗来饲猪，有时阵猪食袂起，再搁用米喷来洗碗盘，安尼碗盘就清气溜溜。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喷，另外一个音读做潘或者是潘，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看到，这是综艺教母张小燕摕到第54届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的光彩，特别请老母上台来分享伊的光荣。真侪人唔知讲张小燕的老母，也就是已经过身出名作家张爱玲的表小妹。张爱玲在生时，敢若一届来到台湾，特别和张小燕见面。伊的老母今年94岁，普通时佫真爱跳舞，互大家学了讲实在有够搞。他也不愿意人家说我不好。但是我好的时候，他也不希望我太骄傲。娘，谢谢你哦，不是。张小燕获颁终身成就奖，邀请伊的妈妈做伙来舞台顶接受专场的扑克声，这个场面感动真侪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呀。喜爱小燕。哎呦，说得好。母仔囝感情真好，嘛，互人真感动。但是你敢知影，真少一个镜头前出现的张妈妈，家世是真厉害。伊的标志就是已经过身有名的作家张爱玲。我妈妈，我外公，跟张爱玲的妈妈，是龙凤胎。张小燕的妈妈江家穗其实是出身上海大户人家，伊的表姐张爱玲为伊一摆来台湾的时阵，伊阁带着张小燕甲伊相见。虽然是表姐妹啊，但是个性自细汉都真无共。他说张爱玲在我们家的时候就一个人啊，就在那画画啊、写字。我妈就是在弄堂里啊，这个骑脚踏车啊，什么玩啊、溜冰啊。张妈妈的家世背景，惊到袂少网友，但是互人感觉阁较厉害，也阁有。今年已经94岁，伊同款是活60足，3工跳国标舞，3工拍牌。张小燕就捌伫咧面册顶讲，伊的妈妈逐工拢真无闲，90多岁啊，还阁咧跳国标舞，跳舞咧穿的衫是一领比一领阁较水。当年伫咧张妈妈90岁大寿的时阵，阁捌替妈妈来办一场主题国标的宴会。张妈妈毋但连续换骨力恤衫，苏有平甲吴奇隆阁牵着张妈妈行入场。这一回张妈妈穿一束桃黄色的礼服，真迷人出现伫咧金钟的舞台。少年的模样，阁再互外界赞声讲，乐观的人生态度真使人敬佩。爸爸，而且我答应你要把妈妈照顾得很漂亮，我做到了。记者综合报道。
又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吃毛蟹。秋天是吃毛蟹季节，苗栗头屋乡的外西潭大只毛蟹放出来，即马等咧大出。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们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的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吼。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秋罗菜要带大家吃无同的秋罗料理。要来看到秋天是吃毛蟹的季节，苗栗县头乡外西潭大只毛蟹放出来条，即马毛蟹等咧大出。哇！新鲜的毛蟹，放一寡紫苏甲姜片来提味，放入去鼎内底吹大约12分钟，就会当上桌。很鲜甜，很美，是一般的海鲜所没有的特殊味道。苗栗县每一年对大湖、杨定湖进口的毛蟹仔仔来饲，到即马已经进入第9年，采用明德水库无污染的水源，佮必须通过64项药啊，甲第2型甘量检查合格，才会当来卖。苗栗品质真好的毛蟹名号是真响亮，今年因为气候适合毛蟹来生长，产量更加是突破3.5成以上。明德水库的水是属于饮用水，所以它是没有污染的。今年我们这个区呢，我们大概放了3万多只啦，我们成活率大概预估在3成5以上，所以今年的量会比去年好很多。业者趁着半暝啊来到池仔边，真侪3两到4两的毛蟹已经爬起来岸边，为着避免毛蟹受到损伤，业者干来当用网啊1只，也是2只豆豆啊来抓，再搁根据大小来分类，经过清洗，再搁来把原里特有的笑草，互味搁较鲜甜。虽然产量增加，不过计数部分甲往年同款，一只3两到4两的毛蟹爱350到450左右，5两到6两以上的毛蟹计数都爱500到900。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南投已经做面手，以1930年代开店甲打，第4代头家蔡明友6年前因为老爸身体无拄好，甲手头当咧发展的事业放一边，顾老爸较大天，转来故乡接老爸店，嘛甲在地农产品结合做伙，伫咧网络卖甲真抢市。罗曼蒂区的桥仔色来斗搭翠绿的青色，也有这个青笑的柑仔色，再来甲搬做一縷一縷的这个彩色大面，面头整齐甲摆好势，甲放咧厝尾顶咧晒日头，伫咧空气内底，阁会当闻到这个薄薄的这个麦仔香的香气。这个亲像马卡龙的梦幻色彩实在是真成人。这个大面有5花10色的色彩，这个色料拢全是用这个天然的食材做的。这间面厂就伫咧南投破实的这个德山小店，从1930年开业到今，过去干那生产油面、外省仔面，这个青的大面，一直传到第4代蔡明友的手头，就开始有变化。伊来结合这个在地食材，研发出这个无掺一滴水的彩色面条。这个彩色大面生产的过程实在是了时佫够工。要做出这款真有 Q 性，佫袂伤过头软烂的大面，蔡明友和因老爸蔡甲芬做伙咧烂面赶工。其实伫6年前，这间面厂也是老爸咧经营的。不过，当时老爸健康出问题，嘛唔甘讲这个长辈的心血安尼甲放互拍远去，所以蔡明友才甲伊手内当咧发展的事业甲放落去，转来故乡甲大面的事业甲接落来。我之前毕业就开始在夜市做创业。之后大概创业的3到4年的时间，之后才接到就是爸身体不舒服的消息，才回到主站这边接。
这个老面厂。那一开始是没有这么快想要打算回来竹山这里做这个家业啊。这个捆好的大面，就要随甲塞去外口，予日头晒2-3天。不过打开始的时阵，蔡朋友甲这个日头晒的大面想过简单去呀，因为这个大面的水分无甲准则好势。若是讲晒伤久，还是讲无够久，大面就较会长去，还是闭去，袂当咧考验。我们每天都会来看一下，就是面条晒的状况，因为可能天气它虽然有太阳，可能它空气中有水分还是有湿气，面晒的品质就不会一样，所以我们就会来看一下，就到底面它晒出来它会不会断啊，它的韧性有没有够啊？所以我们大家就把面拿起来这样稍微压一下。虽然这个初期状况真济，不过蔡明佑嘛，不是讲步步拢家己来。伊阁找伫个台南做护理师的阿姊蔡培芳，转来斗3工。因阿姊嘛认同小弟的看法，要来改造这个老面厂的决心。无考虑偌久，伊就随甲答应落来。因为那个时候弟弟有说，就是他要走转型，那他要从传统的产业把它转型成网络通路这样子。那个是比较需要自己人去帮忙啊，所以我们才想说，不然就下来帮他这样。蔡明佑甲蔡培芳做伙来拍拼，突破难关。老面厂嘛，因为有因姐弟啊2个人安尼相敬相挺，就亲像这5花10色的大面同款，予面店顶升换装来成做这个青秋的色彩。记者综合报道。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叫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姐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不过阮堂弟嘛拄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仔拢转来啦。大家真认真咧准备这2件大代志。阮大家子孙拢有友好，感情嘛真好，父母有恩爱，厝内底吼拢真幸福啦。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啦。我即马搁在生，也袂娶，若有人要介绍女朋友我，也是可以的。好小啊！请大家5月26号来阮家和阮请。至于要先包白包还是10月14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拍台视忠孝节义抽好书活动，9月24号礼拜2起到10月17号为止，拍下你和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照片，把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把杨丽花忠孝节义好书带回家。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AM 8点杨丽花歌剧。忠孝节义，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5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盗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5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好戏连发，档档精彩。歌仔戏天王杨丽花重磅回归台视，杨丽花歌仔戏忠孝节义。你上高救着是高，提升你家己的己啊！看小宫女如何在后宫中惊险求生，一路过关斩将。延禧攻略。现在我的危险，一个都不会放过。今年最热播超烧脑神剧，考验你看戏的能力。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叛徒抓到了，我想死了！带出去！
男神降临找麻烦，小资女能否逆袭成功？男神时代，我不会真的是喜欢上明天爱的吧？乖乖女竟然变身为超级网红，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没有不可能的事。网红的疯狂世界，只要你愿意，我会让你不再孤单。相当好戏，给你好看，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仔日阴暗8点到10点，台视杨丽花歌戏中后这集。干嘛？我正想找你。社区都是来抓我们的警察，我现在根本回不去了，这都是你害的。拜托你冷静一点。昨天有一个车辆肇逃，我看名单上面有珍妮小姐的车。你收得到亮祖先的钱，然后拿这辆头，好像跟水一直在联络一样。里面是有盗领案的资料，你打算把我丢在这里，然后跟那些人去会合，对不对？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娘娘，奴才认为您不该把于贵人嫁到长春国。鹦鹉，你要记住，本宫先为一个皇后，才为一个女人。贵人要生了！玉贵人，这孩子他……你不能进去，你自己找麻烦，可别连累我们。皇后娘娘吩咐了，要保于贵人，我就是这条。这是干嘛？要造反吗？今晚11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真的会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今日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其实也不是完全的艰苦啦，就是阮阿嬷要过身啊。不过阮堂弟嘛拄好伫准备结婚，规家伙仔拢回来啊。大家真认真咧准备这两件大代志。阮大家子孙拢有友好，感情嘛真好，父母有恩爱，厝内底吼拢真幸福啦。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啦。我即马搁在生，也袂娶，若有人要介绍女朋友给我，也是可以的。好小啊！请大家5月26号来阮家和阮请。至于要先包白包还是10月14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拍台视忠孝节义抽好书活动，9月24号礼拜2起到10月17号为止，拍下你和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照片，把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把杨丽花忠孝节义好书带回家。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AM 8点，杨丽花歌戏中孝节义。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5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盗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5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好戏连发，档档精彩。歌仔戏天王杨丽花重磅回归。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欣赏，这是法国巴黎上出名歌舞表演厅红魔坊庆祝130周年，用热烈的灯火，也有歌舞表演，让现场气氛更加热烈。新闻上尾朝台做过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
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这也是一种幸福。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本来就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开始了，就不要怕困难。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